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马华风台已经增强为强烈的风台，目前离台湾2000多公里，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那以目前咧行的这个路草来看，风台是往西边向咱台湾的方向咧刷动，也毋过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到时阵是毋是会转北平？后礼拜一是关键，也就是讲，这个风台要安怎行，目前变数要真大。 台北一早乌阴天，无日头，气温真舒适。不过一礼拜后，天气又再大变，因为24号离台湾超2000多公里的风台冒发，伫咧昨暝已经达到强度风台标准，较上升的气象局落线会直接加向台湾。 在后续这段期间，它会受到一些太平洋高压的势力的导引，会影响到它整个北转的角度以及速度。那在后续呢，也就是下周1、2左右，距离台湾的程度呢，会有一些变数。台湾风台论坛分析3个路线，太平洋高压的续航力决定路线走向。根据各国预报，第一就是转向东北，几率关于55%；过来是靠近台湾，几率卖关于40%左右，会落真侪雨水。尾仔就是继续往西，趟过陆送北部，不过几率刚有5%。北转几率会是比较高的。 但距离台湾会多接近，还没有办法确定。那根据天气风险公司的预测，强度风台冒发有提早转弯的趋势，不过嘛是有真侪变数。未来几天啊，看北方系统含高压的动态。上烦恼的是，因为伫咧5月，恐惊影响台湾今年的每一号。在5月呢，就是平均来讲，大概是1个左右的台风，所以说目前大概是以正常为主。那就是目前的这个台风它形成呢，在梅雨季节形成 的台风，如果说北边有锋面接近到台湾附近的话，那整体的这个大气环流有可能会影响到梅雨锋面它南缘的这个西南风的强度。气象专家彭启明嘛分析5月风台常在是转弯的风台，因为1958年到今，拢总有19个台湾无发布警报的5月风台，有4个中心登陆台湾。这个冒发风台是真关键，台湾人嘛继续关注天气上新的变化。 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hat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